中國人話人死如燈滅，人死咗係咪就會變到冇晒價值呢？其實人過世之後一樣可以用遺體貢獻社會。以往大學如果要遺體俾學生學習同埋研究，要靠食環署提供無人認領嘅遺體。中文大學為咗可以有足夠嘅遺體俾學生學習，喺2011年推出無言老師計劃，推廣遺體捐贈。收到嘅遺體除咗俾醫科生學解剖，或者俾醫生做手術練習，仲會製成標本俾護理學同埋藥劑學等等嘅學生學習。始終呢個都唔係一個簡單嘅決定啦。咁但係其實即係香港一年呢都有成4萬幾人過身嘅一年4萬幾人過身呢，其實我哋以前一年如果得20個遺體都唔夠嘅。其實如果一年有4萬幾人過身，其實你將呢個 message 去講出去俾人聽，其實可能講緊只係1000個人裏邊過身有一個佢想捐，其實已經一年大學已經有40幾個遺體嘞喎。伍桂麟嘅其中一項工作係推廣無疑老師計劃。佢話計劃嘅登記人數由第一年嘅20幾人增加到舊年接近3000人，獲贈嘅遺體亦都由第一年只有7具增加到舊年超過80具。即使已經捐出器官嘅遺體一樣啱用。有啲人如果佢先器官捐贈，捐咗可能嗰幾樣器官嘅，但係實佢身體仲有可能其他部分咧，佢可以再捐遺體嚟到大學咧，少咗器官嘅部分咧，未必適合呢個遺體係交俾學生做解剖教學，但係佢仍然仲有其他部分係適合俾醫生做手術練習或者啲研究用。除咗幫助醫學發展，無言老師計劃仲有另外一重意義。學生透過心意卡表達對遺體捐贈者嘅謝意，將來亦都識得對病人更加有同理心。即係見到其實學生都唔會係話好冷冰冰嘅，咁所以我覺得係對學生嗰個醫德嗰個培養咧，其實無言老師都發揮咗一啲間接嘅功效喺裏邊。對個學生嚟講，其實佢知道有一個人願意去捐遺體，而將呢個身體交到俾佢去學習咧，其實係加強咗學生去認真去學習呢個遺體裏邊可以學到嘅知識咧，亦都相對令佢去尊重、去尊敬呢個先人嘅心咧係多咗。樹仁大學記者梁曉晴報導。